今年嘅公曆8月13號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日子。你翻開本通勝睇下，嗰日正就係農曆7月初1，俗稱嘅鬼門大開，地府之門打開，陰寒到極，呢個大家都知㗎啦。但係最恐怖嘅事情唔係發生喺地下，而係發生喺天上。8月13號竟然百年難得一遇撞正咗天文大異象，天狗食日，亦即係日全食。天狗食日代表宇宙間陽氣最盛嘅太陽被黑暗徹底吞噬，天頂無光，地門大開，天上嘅陰氣撞正地下嘅陰氣。喺我哋正統命理學入面，呢個就叫天地交戰，極陰蔽日，係百年來殺氣最重最猛烈嘅一日。我同大家講，今次呢個天象嘅兇險程度真係唔可以睇小，你哋睇下時間就知。今次日全食嘅食神時刻，剛好喺8月13號凌晨1點45分左右，正係子時交丑時嘅關口。子時係一日入面陰氣最盛嘅時辰，丑時係陰氣未散、陽氣未生嘅至暗時刻。再加埋7月初1，地府大門啱啱打開，陰靈初入到陽間，地氣陰寒到頂，天上太陽被吞，天光失晒，地下鬼門大開，寒氣湧晒出嚟，兩股極陰之氣喺同一個時辰撞埋一齊，就好似兩重黑幕將成個人間冚實陰陽完全顛倒，成個宇宙磁場亂晒龍。呢股亂晒龍嘅磁場會直接影響每一個人嘅氣運同心神。平時你陽氣足行緊運，命盤入面嘅業障就好似沉喺水底嘅石頭，靜悄悄的唔會搞事。但係到咗8月13號呢一日，陰氣就好似漲潮嘅海水一樣，一路往上湧，將你沉底嘅業障全部翻晒出嚟，一下子吹發晒、爆發晒，就好似一鑊凍水。平時火唔夠，水唔會滾，一旦火猛咗，入面嘅雜質就會全部浮上水面。呢一日就係嗰把最猛嘅陰火，將你大半生積累落嚟嘅因果全部煲到滾晒。喺呢股極端凌厲嘅宇宙磁場壓迫之下，所有人過去大半生藏住嘅因果都會一下子全部催發。特別係有4大生肖，你哋命盤入面壓住嘅業障將會喺呢一日集中爆發。過得去，你晚年安穩享福；過唔去，一鋪清袋都唔止，隨時仲會禍及家人。今日大師拼住泄漏天機，都要喺大限之前教你哋3招保命保身家嘅不傳之秘。準備好迎接呢場天地大考嘅朋友，即刻喺留言區打出化解業障、逢凶化吉8個大字，為全家人結一個善緣防護罩。我哋馬上點名拆解。好多人成日怨天怨地話，點解我無端端唔見錢？點解個客突然走數？點解買親股票都跌？覺得自己純粹係彩數差。我今日好嚴肅咁話俾你知，喺極陰日發生嘅破財根本唔係彩數差咁簡單，而係你嘅冤親債主趁住陰氣最重、你陽氣最弱嘅時候上門收債。我哋每個人喺世上生活，或多或少都會做落業障。業障分4種，對應住唔同嘅劫難。第一種係口業，平時寵意講人是非，鬧人咒人，出口傷人。明明一句說話可以好好講，偏要尖酸刻薄，專踩人哋痛處。你講出口嘅每一句傷人嘅話，最後都會變成口業，即喺你嘅命盤入面遲早要還。第二種係殺業同戾氣，脾氣火爆，動不動就發火同人結怨，甚至動手打人。又或者平時從意傷害小動物，食太多生猛野味，身上沾住怨氣。呢啲戾氣積落嚟就會惹嚟血光之災，是非官非。第三種係貪業，為咗利益呃個人，貪過唔應該貪嘅小便宜，做生意呃秤、呃兩，職場上搶過人哋功勞，甚至直接呃人錢財。貪念一起就會種下破財嘅，因時候一到，連本帶利都要吐翻出嚟。第四種係痴業，亦都叫糊塗業，不分是非黑白爛，好心幫咗唔應該幫嘅人，擔咗唔應該擔嘅債，將人哋嘅業障全部攬上身。你以為自己係積福，其實係替人擋災，最後衰咗都唔知咩事。平時陽氣盛行緊運嘅時候，呢啲業障會匿喺你命盤底層，唔會發作。但係8月13號一到天眼盲咗，日月無光，陰氣盛到極，你以前種下嘅所有惡因就會變成實實在在嘅破財劫同血光災，狠狠咁劈落你身上。而頭先講嘅4大生肖就正對應住呢4種業障，喺呢一日風險最高。我哋即刻嚟講得一個喺極陰日業障集中爆發，面臨貪念大清算嘅生肖，就係屬猴嘅朋友。屬猴嘅人天生聰明靈活，轉數快，大半世人都覺得自己好叻，覺得身邊嘅人冇自己咁精明。
你哋五行屬辛金8月，正值新月，本命當令金氣旺到極。本來金旺主財應該係好事，但係極陰蔽日之下，旺極必反，你嘅聰明就會變成最大嘅致命傷，變成過度自負，最容易中一招叫做鬼閉眼。咩叫鬼閉眼？就係有股陰氣蒙住你個腦，令你睇唔清真相，明明係一個騙局，你睇到嘅卻係千載難逢嘅發達機會。8月13號前後，你會無端端遇到好多好事，可能係好耐冇聯繫嘅舊同學突然揾你話有個內部投家商務，回報翻倍，穩賺不賠。可能係刷手機刷到嘅理財廣告，話短期高收益，本金穩陣，甚至係牌桌上朋友叫你湊份賭一把，話今日手風特別順，跟住買一定贏。平時明明好謹慎，甚至有啲孤寒嘅你，喺呢段時間會突然貪念大爆發，你個腦好似俾人控制住咁聽，唔入任何人勸告，伴侶叫你諗清楚，你覺得佢哋阻住你發達，仲會鬧佢哋頭髮長見識短，仔女叫你小心騙局。你覺得佢哋後生唔識世界，識咩叫投資？你會偷偷摸摸將自己嘅棺材本，甚至按樓套出嚟嘅錢，全副身家投落去一個徹頭徹尾嘅騙局入面。結果你日食一個陰氣散咗，你突然醒翻先發現對方早就夾帶私逃電話，打唔通人影都揾唔到，辛辛苦苦大半生積落嘅財富瞬間血本無歸。呢個就係貪孽清算，用你最自豪嘅聰明去摧毀你嘅財富。等你栽喺自己最得意嘅地方。我同屬猴嘅朋友講句真心話，你哋呢世人蝕底，從來都唔係因為蠢，而係因為覺得自己太聰明貪念，一起就收唔返。8月13號前後，記住收埋你嘅貪念，任何回報高過正常水平嘅投資，全部當佢係鬼咁避開大額支出，一定要同屋企人商量，有商有量先至擋得住呢個貪劫。捱過咗呢幾日，你下半年嘅財運反而會越行越順，正財穩定，偏財都有驚喜。第二個面臨戾氣業障爆發，隨時惹上無妄之災嘅生肖就係屬虎嘅朋友。屬虎嘅人天生自大，威嚴，脾氣大，做事夠衝勁，說一不二。但係你哋前半生可能因為把口太直，或者脾氣太火爆，得罪過唔少人，無意之中積落好多怨氣磁場。8月新月五行金旺，虎屬人木，金木交戰。人生大沖本身就好似沖太歲咁動盪，再加上天狗食日嘅極端天象，你體內壓住嘅戾氣會好似火山咁徹底爆發。8月13號當日同前後幾日，你嘅情緒會去到一碰就爆嘅地步，成個火藥桶咁一點就着。你好容易喺街道因為少少摩擦就發火，排隊俾人打尖。你唔係忍一忍，而係衝上去同人理論，越鬧越大鑊，最後大打出手，輕則賠醫藥費，重則惹上官非。過馬路被人響啊，你心入面嘅火一下子就竄上嚟，故意放慢車速擋住人哋，引發路路衝突，最後搞到交通意外，整親見血，職場上都一樣。可能上司講咗句你唔中意聽嘅說話，你當場就拍台頂嘴，辭工唔做，摘咗做咗10幾年嘅飯碗。又或者同客戶談合作，一言不合就反面得罪咗大客戶，公司要你賠損失，分分鐘賠幾十萬。更得人驚嘅係屋企入面，你會因為一句無心嘅說話同伴侶或者仔女大嘈大鬧，甚至動手推搡，傷咗感情又傷咗身，家宅唔寧，戾氣變血光，衝動破大財。呢個就係上天對你脾氣嘅終極大考。你以前發過嘅每一次脾氣，鬧過嘅每一個人，打過嘅每一次交，呢一日都會變成怨氣翻嚟找你屬虎嘅朋友。呢幾日你就算俾人指住個鼻鬧，都要死忍難忍，當係還債。忍得過你就保住條命同埋副身家，忍不過後面嘅麻煩會接二連三嚟教你個小方法。呢幾日隨身帶樽溫水，覺得火氣上嚟嘅時候，就擰開飲3大口，深呼吸3次先至開口講話。只要你壓得住第一股火氣，後面嘅劫難自然就散咗。捱過呢個關口，你下半年嘅事業運會越行越順，貴人相助，步步高升。第三個極易中招，面臨糊塗業障爆發嘅生肖就係屬豬嘅朋友。屬豬嘅人天生心地善良，耳仔軟大，半世人做過無數次爛好人。你哋見唔得人哋慘，人哋喊兩句，你心就軟晒，人哋求你咩？你都應承，你以為自己係積福，但其實好多時你係不分是非黑白咁去幫人，最後將人哋嘅業障全部攬上身。農曆7月陰氣一衝，
屬豬嘅人最容易陷入人情騙局，極陰日磁場亂晒你命盤入面嘅爛桃花同假貴人會全部浮晒出嚟。8月13號前後，你會突然遇到啲好耐冇見，甚至三唔識七嘅人喺你面前喊到呼天搶地，可能係多年冇聯繫嘅。舊同學話屋企人重病，急住要幾十萬醫藥費，求你借俾佢救命，可能係遠房親戚話生意周轉唔過嚟，求你幫佢做銀行貸款擔保人，甚至係街上遇到嘅陌生人裝得好慘，話自己俾人偷咗銀包，求你轉幾百蚊俾佢坐車返屋企。屬豬嘅朋友，你喺嗰一刻會突然母愛父愛泛濫，覺得自己唔幫佢，佢就真係死定咗。你唔會去求證佢講嘅係真定假，亦都唔會諗自己有冇能力承擔後果，淨係覺得見死不救就係罪過。但我今日狠狠咁喝醒你，你以為你做緊善事，其實你係替人擋劫。你諗下，真正走投無路嘅人，第一時間會揾自己嘅至親骨肉，點會輪得到你呢個遠到扯唔上關係嘅舊同學、百唔搭八嘅遠房親戚？佢哋揾你唔係因為你心地好，而係因為佢哋睇準咗你耳仔軟唔識拒絕，知道你最容易俾道德綁架。你一簽名一轉賬，對方身上嘅業障同衰運就會好似水咁順着呢份人情，全部轉移落你身上。佢哋攞到錢轉頭就人間蒸發，賭錢嘅繼續賭錢，揮霍嘅繼續揮霍，根本唔會記得你嘅恩情。而你呢，借出去嘅錢收唔返仲算小事，如果你做咗擔保人，對方走佬銀行就會直接揾你追債，百萬巨債壓落嚟，你辛辛苦苦儲嘅積蓄要填進去間屋，都可能被查封拍賣，連累你嘅仔女都要跟住你捱苦，下半世都翻唔到身。呢個就係胡桃葉嘅清算，你不分好壞嘅善良，最後變成咗勒住自己嘅繩索。屬豬嘅朋友，8月13號前後你一定要硬起心腸，邊個同你講錢，邊個同你喊慘，你都要做到鐵石心腸。親戚朋友真係有困難，你可以買啲生果去探望，但大錢絕對唔好借，擔保絕對唔好做，1毫子都唔准借出街，唔好俾自己嘅善心變成害咗自己全家嘅禍根。捱過咗呢幾日你嘅好人緣同善報，自然會返嚟下半年貴人運旺，處處有人幫襯，日子越過越順。第4個面臨口業與家賊爆發財富大門徹底失守嘅生肖就係屬蛇嘅朋友。屬蛇嘅人天生心思細密，多疑謹慎，防備心極重，對外人算得清清楚楚，從來唔會俾人哋揾到便宜。你哋做生意做事業都好叻，步步為營，好多人都話你哋算死草，但偏偏你哋對外人客氣周全，對住自己最親嘅人反而口無遮攔，講嘢尖酸刻薄，句句都戳人痛處。你可能覺得一家人唔使講客氣，但你講出口嘅每一句傷人嘅話，每一次冷漠嘅指責，都會變成一根根刺扎喺身邊人嘅心上，積成怨，積成業，日食蔽日，天狗吞羊。喺呢個極陰之時，你對外嘅防線會越收越緊，但對內嘅防備反而會出現最致命嘅漏洞。你千祈唔好以為破你財嘅係外面嘅老千，真正掏空你身家嘅，往往係你身邊最親最信任嘅人，可能係你平時縱壞晒嘅敗家仔女，知道你嘅積蓄收喺邊度，趁住你呢段時間心神不定，偷偷拎走你嘅存摺同首飾，拿去還賭債，填網大窟窿。可能係你同床共枕嘅伴侶，因為多年嚟你嘅冷言冷語斤斤計較，早就積滿怨氣，趁住你心思散亂嘅時候，暗中轉移咗你哋嘅聯名資產，甚至準備同你攤牌分家，甚至可能係你最信任嘅得力助手，跟咗你10幾年，你咩事都交俾佢處理，佢卻睇準咗你呢段時間狀態差，靜靜雞將你公司嘅客底同流動資金掏空，轉頭就開新公司搶你生意。你平時千防萬防，防住全世界，最後偏偏栽喺自己最愛最信任嘅人手度，俾人清空身家都唔知。呢個就係對你平時過度算計，忽略身邊人感受嘅因果清算。你對外人有多客氣，對家人就有多刻薄；你對外邊嘅事有多精明，對屋企嘅事就有多糊塗。呢啲連你傷過嘅家人心，欠過嘅身邊人情，喺極陰之日就會變成家賊，從內部攻破你嘅財富。屬蛇嘅朋友，呢段時間你唔好淨係顧住盯外面嘅生意，要多啲留意屋企同公司嘅財務狀況、存摺密碼、印章腰盾，要自己保管好，唔好隨便交俾人。
更加重要嘅係要好好同屋企人坐低傾下偈，講幾句軟話，修補一下多年嘅裂痕。對身邊嘅人多一分包容，少一分算計，你嘅家宅先至穩，財富先至守得住，家庭和睦，陰氣自然入唔到屋。呢個劫自然就解咗一半。四大生肖講完，我相信好多朋友已經聽到飆晒冷汗，背脊發涼。可能有人會話，大師，我唔係呢4個生肖，咁我係咪就冇事？我同你講，千祈唔好咁大意。百年一遇嘅天地極陰之象，影響嘅係所有人，冇人可以完全置身事外。只係呢4個生肖對應嘅業障最突出，風險最高。其他生肖都一樣會受磁場影響，輕則心神不寧，破財小災，重則都可能惹上麻煩。大局雖然兇險，但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天無絕人之路。大師今日既然咁將呢個百年極陰之象講出嚟，就一定有拆解嘅法門。8月13號天狗食日，撞正鬼門開。當日所有人唔理你係咪頭先講中嘅4個生肖，都必須嚴格做齊。我接下嚟教你嘅3件事，你只要做啱呢3步，唔單止可以保住條命，保住副身家，仲可以借住呢股極陰之氣觸底反彈，催旺你下半年嘅大橫財。第一件事叫做遮天避月法，專門用嚟避開日食同鬼門開交戰嘅極陰煞氣。好多人可能覺得日食唔係天文現象咩？睇下有咩所謂。我同你講，喺我哋正統玄學入面，天狗食日係天地陰陽失衡嘅大凶之象，陽氣被噬，陰氣沖天。尤其今次嘅日全食發生喺7月初1鬼門開嘅子時，陰氣最盛嘅時候，你抬頭望天嘅一瞬間，天上嘅陰煞之氣就會直衝你嘅印堂，侵入你嘅氣場。輕則頭暈眼花，成個月都冇精神；重則烏雲蓋頂，成下半年都行衰運，做咩都唔順。所以8月13號當日，無論日食發生喺邊個時辰，你絕對唔可以抬起頭望天，更加唔好貪得意出街睇天文現象，手機睇直播都盡量唔好睇。尤其係小朋友同老人家陽氣弱，更加要留神。當日你一定要將屋企所有窗簾拉埋遮到實一實，特別係朝向東邊同北邊嘅窗，因為陰氣多數從呢2個方位入屋，然後打開全屋最猛最光嘅燈，特別係客廳同玄關嘅大燈，一定要全日開住，唔好慳電費。你要用人造嘅純陽之光頂住外面嘅極陰之氣，等陰煞入唔到屋。仲有幾個細節大家一定要記牢。第一，當日千祈唔好將洗好嘅衫褲晾出露台或者窗外，特別係貼身衣物同細路仔嘅衫衣服屬陰，晾喺外面會吸滿日食同鬼門嘅陰氣着上身，輕則感冒生病，重則惹來無妄之災。所有衫褲盡量喺13號之前洗好晾乾，13號當日就唔好洗衫晾衫。第二，當日半夜唔好起身照鏡，唔好梳頭，唔好吹口哨。鏡只係玄學上屬陰，半夜陰氣重嘅時候，照鏡容易招惹陰靈，吹口哨會引陰。好多地方嘅老人家都知道呢個規矩。如果半夜要起身飲水或者去廁所，記得先開床頭燈，唔好摸黑行。第三，當日盡量多吃熱食，比如熱粥、熱湯、薑茶，少飲凍飲，少食刺身同生冷生果，免得寒氣入體，耗損自身陽氣。男士可以食少量蒜，姜女士可以沖杯紅棗桂圓茶，都可以幫你保住陽氣，擋住陰煞。第二件事叫做破財施食法，主動出擊去化解業障。好多人遇到劫難就只會怨天怨地，話點解偏偏係我？但因果唔係講人情嘅。你種下嘅因就要食個果，既然因果清算要你破財，我哋就唔好等命運嚟搶我哋嘅錢，我哋要主動破。主動破嘅財叫做善財，可以消災解難；被動破嘅財叫做劫財，破咗仲會衰運連連。8月13號朝早最好係辰時，即係早上7點到9點，呢個時候陽氣慢慢升起，做善事嘅功德最大。你去超市買1包大米、1樽食油，或者去麵包鋪買1袋新鮮麵包，再配2支礦泉水都得，然後親自攞去天橋底送俾露宿者，或者送俾街邊執紙皮嘅公公婆婆，又或者捐去有需要嘅老人院、孤兒院。記住有3個要點一定要做到先至算有效。第一，一定要親手送出，唔好叫人代勞，亦都唔好轉錢，俾機構就當做完親手布施，先至有面對面嘅善緣，先至能真正結落陽德。第二，送嘅時候心入面默默定一句破財消災廣結善緣，唔好講傷人嘅話，
唔好露出嫌棄嘅表情，哪怕對方衣衫襤褸，你都要恭恭敬敬遞過去。你敬人一分上天，就會賜你一分福氣。第三，施完之後直接走，唔好回頭望，唔好同對方多聊自己嘅私事，免得沾到唔必要嘅氣場。返到屋企之後先洗手，再換過一件衫，就當將外面嘅雜氣擋喺門外。呢個動作喺玄學上叫做花錢買業障。你用幾十蚊咁少嘅錢，做咗一件實實在在嘅大善事，喺極陰之日為自己積落好大嘅陽德上天。睇到你嘅善心，自然會將嗰啲原本要降臨喺你身上嘅幾萬幾十萬破財大劫一筆勾銷。甚至好多時候，你本來要遇到嘅血光災是非禍，都會因為呢一份善念不知不覺就化解咗。有朋友可能話，大師，我呢邊冇露宿者點算？你可以買啲米油送去小區入面獨居嘅老人家屋企，又或者捐去正規嘅慈善糧食項目。只要你發心真誠，親手去做，效果一樣好。善冇大小，有心就靈。第三件事，亦都係最關鍵，能夠幫你扭轉乾坤嘅大招，叫做六同鎮陰陣。呢個陣法專門用嚟鎖死你嘅財富，防止陰氣入侵，化煞為財。你去揾6個洗得乾乾淨淨、立立令嘅現行流通1元硬幣，最好係新淨冇鏽跡嘅。鏽咗嘅硬幣陽氣不足，效果會打折扣。喺易經八卦入面，六代表干卦，干為天屬純金，係至剛至陽之數，銅本身就有辟邪化煞嘅作用。6個純陽之數嘅銅幣就形成咗一個至剛至陽嘅小陣法，可以鎮住陰邪，守住財富。喺8月13號當日，同樣係辰時擺放效果最好。你將呢6個硬幣字朝上平排成一條直線，壓喺你大門口入邊嘅地氈底下面。記住，喺屋入邊嘅地氈唔好擺喺門外。大門係一間屋嘅氣口，所有財氣煞氣都從大門入6個硬幣壓喺度，就好似喺門口設咗一道金光屏障，任何陰邪煞氣破財霉運都完全入唔到屋。如果你想效果更強，除咗大門口，仲可以再揾6個硬幣，同樣平排壓喺你每晚瞓覺嘅床頭褥底下面。人一日有一半時間喺床度，床頭壓住純陽金嗰陣，你瞓覺嘅時候陽氣都唔會散，陰氣近唔到你身，自然就唔會發惡夢，唔會俾陰靈騷擾，仲可以守住你自身嘅財氣。好多人唔知極陰之日其實都係轉運嘅好時機。13號一過，陰氣散退，你個財富反而會因為成功擋得住大劫而產生好大嘅反彈力，就好似彈簧，你壓得越狠，彈得越高。呢個六同鎮陰陣唔單止幫你擋災，仲可以幫你聚財下半年。你嘅橫財運會勁升，投資順利，事業高升，真正做到化煞為財。呢6個硬幣壓落去之後，唔好隨便揭起嚟睇，最少壓到農曆7月30鬼門關之後再收起身都得。想全年財運穩嘅，壓足1年都冇問題，加越久越靈。除咗呢3件所有人都要做嘅事，頭先講嘅4大生肖，仲各有一個專屬小妙招，可以幫你加倍化解劫難屬猴嘅朋友。8月13號當日，喺左邊3袋入面放一小塊生薑，生薑性烈屬陽，可以驅散蒙住你頭腦嘅陰邪之氣，幫你保持清醒，擋住貪念誘惑，唔會俾鬼閉眼做錯投資決定。屬虎嘅朋友當日隨身帶一串木質手串，比如桃木、檀木都得，木能泄金氣，化解人身相沖嘅戾氣，令你心境平和啲，唔會動不動就發火，避開血光。同是非屬豬嘅朋友，當日喺右邊褲袋放一個小紅包，入面包住一塊錢硬幣，紅包屬陽，能擋住人情債嘅入侵，令你耳根硬啲，唔會隨便俾人道德綁架，亂借錢俾人屬蛇嘅朋友。當日喺屋企嘅東南角，即係財位，放一杯淡鹽水，鹽水能化口舌，解怨氣，幫你緩和同家人下屬嘅關係，防止內部出問題，守住財富。講完咁多化解方法，仲有幾個禁忌，所有人都一定要記牢。8月12、13、14呢3日，即係極陰之氣前後聚集嘅日子，千祈唔好犯。第一，盡量唔好去陰氣重嘅地方，比如醫院、墳場、殯儀館、廢棄舊屋、偏僻後巷。呢啲地方本身陰氣就重，喺極陰日氣場會更加混亂，去咗好容易沾到衰氣，尤其係老人家同小朋友陽氣弱，更加要避開。如果真係唔得唔去醫院探病，盡量揀中午太陽最猛嘅時候，去完返屋企先跨火盆，或者用柚子葉洗下手先至入屋。第二，夜晚盡量唔好出門，太陽落山之後，陰氣就會慢慢加重。7月初1夜，
街入面陰靈多，再加埋日食嘅魚煞，夜晚出街容易撞邪惹是非。特別係子時之後，即係晚上11點之後，千祈唔好出去宵夜散步夜蒲，老老實實留喺屋企開燈睇下電視傾下偈就最安全。第三，唔好隨便執路邊嘅嘢，路邊嘅零錢、紅包、公仔、首飾，無論睇起身幾值錢都唔好貪小便宜去執。好多時候呢啲嘢係人哋故意吊喺度轉運送煞嘅，你執翻屋企就等於將人哋嘅衰運同業障帶翻屋企，因小失大。第四，大額決策盡量延後，不管係投資、簽合同、借錢擔保，甚至係買車買樓呢啲大支出，都盡量拖過農曆7月15之後再決定。極陰日人嘅判斷力會失準，容易做錯決定。遲幾日等磁場穩定翻，再做決定會穩妥好多。各位朋友，百年一遇嘅極陰日係一次無情嘅考驗，亦都係一次消業障、重整人生磁場嘅大好時機。劫難渡得過就係劫後重生，運到更上一層樓，渡唔過就會被業障拖落水，以後都難翻身。你今日有緣睇到呢條影片，證明你同佛道有緣，上天特意派我嚟點醒你，俾機會你去自救保命。好多人仲懵盛盛，完全唔知道8月13號有咁大嘅天象變動，仲計劃住嗰日投資去夜街去簽大合同，隨時踩入陷阱都唔知。所以我喺度帶住最深切嘅期望，強烈要求你睇完呢條影片之後，1秒鐘都唔好耽誤，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，將佢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，或者親手發送俾你嘅伴侶、仔女、親戚同埋所有你關心嘅好朋友。睇你將呢條影片轉發俾佢哋，提醒佢哋極陰日嘅兇險，教佢哋做齊嗰3件保命法事，就等於救咗佢哋一命，保住咗佢哋全家人嘅身家財產。呢種無私嘅法布施係積無量功德嘅大善舉，比你自己捐錢布施嘅功德仲要大。因為財布施係有限嘅，你捐幾十蚊幫得一時，法布施係無限嘅。你教人避災解難，佢哋全家平安，呢份功德會一直記喺你嘅福報簿上面。上天有眼，你幫人擋災，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，將10倍、100倍嘅福報同橫財賜俾你同你嘅家人，令你哋世代平安富貴。你轉發得越多，救嘅人越多，你積嘅功德就越大，下半年嘅運勢就會越旺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對天象同因果嘅解密真係令你震撼，講嘅保命3招真係實用，俾到你好大安全感，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同埋一定要打開隔籬嘅小鈴鐺，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敬畏心同正能量嘅大家庭。以後每逢有重大星象變動、節氣轉運，或者有更多保命催財嘅玄學秘訣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，保證你喺未來嘅人生路上避開所有大劫，逢凶化吉，事事順利。最後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朋友，而家就停低你手上嘅嘢，雙手合十，清空腦海入面所有嘅雜念同恐懼，用最虔誠、最渴望平安嘅心，喺評論區打出化解業障、保命保財、逢凶化吉呢12個大字。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份最強烈嘅懺悔同祈願，亦都係你為自己同家人結落嘅一個護身符。所有善念匯聚埋一齊，就會形成一股強大嘅光明氣場，幫我哋所有人擋住呢一次嘅極陰煞氣。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祈福嘅朋友點讚加持，將最強大、最純正嘅光明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。祝願大家順利捱過8月13號呢個極陰之日，下半年業障全消，橫財就手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健康長壽，平安大吉。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，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玄學天機，祝各位福生無量，我哋下次見。